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又到了我们来欣赏客家歌谈客家歌位来了解一下歌词发音跟解释的时间了。好，今天我们要来赏析的这首客家歌叫做《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亚述歌位是讲海风的哈，讲海流的，这个是。陈永桃老师的，因为他的腔调是海陆腔，所以呢，一定要用他的唱法，唱起来才好听。而且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到蛮多类似的歌曲，唱来唱去，听来听去，还是他的最好听。所以我们用这一个YouTube 的视频来为大家做分析。好，现在开始喽。風撩煙，撩來撩去。南風撩人，撩來撩去；南風撩人啊，撩來撩去啊。南風撩人，撩來撩去，这什么意思呢？南風就是夏天的風哈，夏天吹南風。撩人就是像撩妹一樣，撩來撩。客家話講撩人啊，就是去招惹哈，去逗弄的意思。南風逗弄的他那个他的心情呐、飘忽飘忽的啦哈。然后呢，下一句。撩邊，唔知幾時啱手心。雕饼，雕饼就是雕饼啊，四线腔叫雕饼。那个是钓竿的意思。雕饼就是雕饼，就是钓竿哈。伫记事念书信，伫记事念书信，伫记事念书信呐。不知几时粘到手心了。为什么会粘手心？因为南风嘛，一吹热热的风。那所以钓竿握在手上就粘黏住手了哈。好，这种情境是不是很有那个实境的感觉哈？唱一條山。好，这边就很好听了哈。那再形容一个男生在海边撑着一条船，就是独木舟或者是一条小舟啊，撑着一条船，拿着一根钓竿，要出海去钓鱼的感觉。撑一条船，撑一条船，那就是撑一条船哈。離開台灣100米，離開台灣100米，離開台灣100米啊，離開台灣100米，離開台灣100米，100米啊哈，因为它这个是海陆腔，所以后面那个米一定要是用上扬音的哈。那我们视线是密啊，那没有关系，他这样唱才好听。离开台湾100米啊。風平浪靜，风平浪静啊，风平浪静，记得要念成 long le on long， 不是浪哈。风平浪静啊，那个要念，因为这个它的腔调是风平浪静，张望后堂啊。你从西烟强，风平浪静，乖乖莫马后堂哦。日頭漸漸轉下雨。日頭就是日頭啊，好，就是日头啊，就是太阳的意思。渐渐渐渐的，渐渐沉下去就沉下去了，沉下去嘞，沉下去了啊。日头渐渐沉下去啊。唱一條山。好，来又来下一句，唱一条船，就是又撑一条一样撑一条船。那这个情境有没有发生了？就是说，日头在海边，日头渐渐沉落去啊，日头渐渐沉下去，是什么意思呢？
黄昏了嘛，是黄昏的海边哦。离开台湾200年。哦，渐渐的越来越远了。刚刚是100米，现在是离开台湾200米啊，离开台湾200米了哦。风平浪静，风天风海风脚壁。风平浪静，又是风平浪静的了哈。风天风海风脚壁，为什么呢？红天红海红脚壁，什么意思？红色的天，红色的海，红色的脚啊，脚壁就是我们的腿啊。客家话脚壁就是腿，大腿包含大腿跟小腿是脚壁啊。那被太阳照到天红红的，夕阳嘛，红红的天，红红的海，连我们的脚壁都是红的，脚都是红的，那种情境看到很漂亮啊。唱一条山，离开台湾300年。唱一条山，离开台湾300米。300米了，300就是300米呀，哈。风平浪静，太阳照爱洒洒鱼。来解释一下这句，太阳就是大鱼，四线腔叫太阳太阳招爱啊，招爱就是招我啊，如果是四线腔是招爱啊，招爱撒撒鱼啊，就是赶快去的意思，大鱼招他赶快去海上啊。好，那如果是四线腔是太阳招爱撒撒鱼啊，太阳招爱撒撒鱼啊。就是赶快去的意思啊，撒撒就是客家话讲，快点快点快点，就撒撒咯撒撒咯啊。唱一条山，离开台湾400米。离开台湾400米啊，400米了，400米了哈，离开台湾400米啊。风平浪静，有风平浪静的啦。香儿喳喳笑眯眯。香是什么呢？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个是四线腔讲神诶，它是念成香诶啊。喳喳，好，客家四线腔好像喳喳，好，它是喳喳，笑眯眯啊。不是小秘密哦，是笑眯眯哈，就是客家话叫笑，就是微笑啦，笑眯眯哈，笑眯眯。那如果是四线腔是笑眯眯哦，啊，所以我们就是用它的腔调唱才会很棒很好听。香烟喳喳笑眯眯啊，唱一条山，离开台湾500米。500米就是500米了，离开台湾越来越远了，500米了。好，风平浪静，有风平浪静啊。海龟擔跳跳太戲。海龟不是海鬼啊哈，是海龟，海龟啊哈，海龟那是海龟哈。单跳是什么呢？头单出来海面上，四线腔叫单跳跳太气，透大气就是吐气啊。海龟把头探出海面上来吐大气了，透大气了哈。那下一句叫这样子啊。哈，唱一條船，乘一条船，離開台灣600米。600米啊，600米了，越来越远了。風平浪靜，风平浪静，水岩蟲照來照去。水岩虫就是水银虫哈，就是海里面的类似萤火虫这样子的生物，会发光的，表示说现在的那个夜色已经到了夜色了。水岩虫照来照去，照就是
四线腔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的意思哈。求神呢，就会游泳啊。长一条山，继续撑船，离开台湾700米，现在到700米了，700米。风平浪静，风平浪静的。天河流向东方移。天后就是天河，表示那个银河啊。天河流向东方移，流到东方去了。天河流向东方去了。长一条山，离开台湾800米。一样啊，离开台湾800米的，越来越远了。这是歌曲上最后是唱到800米哦。月光弯弯，月光弯弯，月光弯弯，就是月儿是表示它是上弦月或是下弦月啊。月光弯弯，刚刚从夕阳，现在到了晚上了哦。钓到2米4石板，钓到2米4石板，钓到2米4石板。哎，这一句话不是海陆腔哦，这句话是四线腔。钓到2尾小石斑鱼了，哎。风平浪静，风平浪静，长一条山，南风撩面，3條細苗，3條細苗，3條細苗啊，細苗，贪吃的猫的意思。这个画面是什么呢？他钓鱼回家啦。这个乐手钓鱼回家了，钓手啊，钓鱼的人钓鱼回家了。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家的3条馋猫跑出来了。忙一門就鳥來鳥去。哦，那个他主人还没进门啊，他就听到这些3只猫在喵喵喵的喵来喵去啊哈。啊，这边他唱一只狼狗，我听到是一只狼狗啊，可是他翻译上面那个字幕上面是一只笨狗，一只狼狗啊，这个可能要问原唱者才会知道哈，不然就是再去听另外的版本有没有比较清楚的。我听到是一只狼狗，永远唱一只狼狗啊。天上天下雅絲絲，天上天下雅絲絲，天上天下，好，天上天下是什么意思？跟来跟去，雅絲絲，哎，雅絲絲不是他很开心，不是那个这狗并不是很开心的在笑哦，雅絲絲是牙齿都在咿，他想要抢那些鱼吧？好，我的想法是这样，雅絲絲的哦哈。長一條山，離開台灣800米，有冇歡喜？有冇歡喜？有沒有開心啊？有沒有開心？有沒有歡喜？有冇歡喜？鳥兒啼，有沒有開心？誰最知道？鳥兒啼，哎，那個鳥兒是海陸腔的代稱，是貓的意思。貓最知道啊，如果它主人釣了很多魚回來，它就開心了嘛，對不對？鳥兒啼，咩會啼哦。OK， 这首就是陈永桃老师的《风平浪轻》啊，风平浪轻啊，欢迎大家来学习不同的腔调的客家歌，也一起来唱客家歌，帮我们的客家文化源远流传下去。感谢大家的聆听，安之 say 什么音，拜拜。